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台湾偏乡地区的长照站最近来带动晚期离视讯的热潮，透过线顶的教学，医护甲健身的教练会当帮长辈做健康的咨询，嘛会当带因健身做运动，阁会当甲血糖、血压等等的记录传予医师来掌握到慢性病的病况。这套晚期离照护的背后有一段故事。软体开发团队的主持人，也就是东海大学资管系老师潘仁和，因为无用咧做研究，所以错过甲老爸生前最后一顿的暗顿。为着要来照顾到失地中风的老母亲，伊来研发晚期离照护系统，建立强大的医护咨询的团队，希望用科技来诱近厝内底的人互相的关心，嘛甲医疗资源带入去偏乡地区。不用担心，我在旁边，你往前走。你现在已经可以走得很好了，你看左脚都可以动。所以我自己跟我母亲的连接很强，就是因为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她还是陪在我身边。像失智了，她可能有时候她会甚至不知道我是谁。这谁？二姑吗？这你吧？我忘记我自己。我父亲的离开是很突然，他在离开的前一天还问我要不要回家吃饭。我说我在研究室，可能今天要做个实验，没办法回去，就隔天他就过世了。所以这一件事情让我很自责。所以也许我对我母亲现在的关心有一点害怕，说那个会不会有一些遗憾，是自己来不及给予的一些关心。现在的话，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睡眠的时间点，甚至他的睡眠的深度。是他买的。他要照顾你，好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做这个 app 的原因，早在我在2015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在原治大学任教，那时候我就买了一只手环给他，然后我手环我就给他戴，可是 app 装在我身上，所以我每天也看到他走路的频率，然后我就会打个电话给他，打了大概3个月之后、4个月之后，你就看到他表现。他的数据表现就提升了。他会一直戴着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儿子在看。手环的功能已经不再只是记录而已，而是一个母子之间的情感的连结。好，我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因为工作很忙啊，或者是一直在熬夜啊，在研究室做事啊，我们反而会忘了关心家人。那我觉得这个忘记还是我最担心的事情。现在的话，我觉得科技的进步，到处都有网络，那我们随时都可以联系。手不要动啊，量血压，量血压的。他今天的血压就还不错，119，那算是很正常的。他如果血压很高的时候，以前我就直接打给他，可是后来平常我没有时间常常打电话给他的时候，我后来就把它录起来。那他看完这个影片之后，他是让他就比较安定下来。就是你要练才找得到肌肉的使用方法。再打开，好，再收回来。对吗？我们可以记超过80多种的数据，他的睡眠时间、活动量，甚至我们可以看说，他的使用的一个达成率。我们把14种的不同的专家放上来，那来提供这样的线上的服务。对，那这个我们很像 Uber 的概念，像假设讲桃园医院复健科好了，那我们却直接跟他去请教说，这个母亲的复健的动作有没有确实？你好。你好。谢谢哥哥好。我想要咨询一下，就是我妈妈她就是左瘫嘛，我们需要帮她调整一下什么样的姿势，她比较不会造成她肌肉酸痛的问题。一手放前面，一手拉裤头，那我们可以带阿嬷做一个起身的动作，尽量要鼓励阿嬷，这个2个脚尽量要放平，好，因为阿嬷的右脚总是会落在后面，因为她又比较急的话，哈。我们就是每一步都走好。一开始就是妈妈中风以后，大家都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她有一度也曾经很排斥，就是说要运动，或者是说要让自己进步。但是因为
透过这个 app， 然后他可以跟外面的人也有接触到，所以就是会慢慢的就是改变那个心态，然后就是也慢慢让自己就是OK 愿意做运动啊，因为这要看后续。那他这样一路以来卧床，然后一直能够坐，然后起来走，甚至我们去看诊的时候，有时候还让他自己走进去诊间这样子，然后医生就说他觉得他能恢复到以他这样的脑损的状态，他可以恢复到这样，他觉得他算是很大的就是奇迹。姐姐对不起，不会，好，延迟还会。那我觉得有这样的数位的支持，会让大家在照顾我们身上更放心。但以前的话，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状况，讨论过程实际上不只是在关心母亲啊，也是在关心就是兄弟姐妹们的情绪的问题。我完全没有印象，我还很想去这个地方。这个，其实你去过了。这个是那个，他就是那种 routine， 然后他还 set out 哦，然后几点到几点就是要做什么事情，做了要打勾那种。然后呢，有压力吗？我不会有压力啊，我直接跟他讲说阿嬷休息，因为我会看他当时的状态。因为我自己就是失智病患的照顾家属，我在照护上我就有很多的问题可以解答。那我希望把这个模式可以复制给更多人。2019年，潘老师带伊的团队，家己开钱去拜访南投山区的部落，将北方电脑老力将都市健康照护资源送入山区。好，1、2、3、4。南投埔里的竹仔山社区的时代，这世人唔捌去过健身房，却会使对健身教练跳即马上时行600操。蛮多社区它几乎只有志工，他没有专职的人员在工作，那他可能也没有太多相关的高龄的照顾的知识，所以他其实很需要这样远端多元的专家来提供服务。以今天这个社区来说，他们非常多都是农作劳作农作，所以他们会很容易肢体关节的疼痛、腰酸、骨刺、脊椎疼痛。前一节做完运动，下一节是新北市的物理治疗师林立峰，教这时代要怎保健。那个是用棍所以你得要多起后。这样拉，但是这个对我很硬好，这样拉也不会痛啊，拉好走路就比较好。像运动专家，我们就有2位，他带领长辈的风格就也不一样，带来的效果也不一样。甚至有时候看到那个下面，这个医师帅哦，他们就很期待、很开心。对啊，就有不同的上课方式啊。如果是长辈，他很开心的上课之下，又吸收到很多的知识，又促进健康了。这是最完美的。拜四就书法班啦，拜5就唱歌班啦，安尼啦，5天拢有节目。上爱唱歌运动我拢爱。伫厝一定是看电视尔啦，来这就是一些我们老人都在这里聊天啦、做运动啦，这样。因为科技和老大人愈运动愈快乐，嘛因为侵入偏远的地区，发现人文环境下产生无同款的健康隐忧，因需要无同款的专业照顾。阮距离照护平台有营养师、医师、护理师、健身教练等等500专家提供咨询，就敢若是强大的健康照顾团队。我们在这边的埔里，它可能相对来说，諮商心理的面向或物理治疗的面向，这样子的专家不容易邀请得到。像共疗会遇到，因为他们的长者进来了，可能是带着肾脏疾病进来，那其实他就很需要有人告诉他说，怎么样准备餐食。透过这样子咨询哦，因为他们是专业的医师，他会很诚实的。很诚实的，我这里真的很痛，好啊，我怎么了？很真实的去表达它。136
8170。伫保利长照站量的血压、心跳的数字，会使远距离传送到台北内区医师的电脑，透过视讯即时咨询。安尼一日来，就免阁使3点钟的车。张小组嘛体验透过这套的软体远距离采访医师。用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解决哪些问题？如果我们可以线上的去看病人的用药资料或是看诊记录的话，我们后续可以做更详细的追踪。那如果我们是透过一些预防医学的概念，让大家有一些知道该预防什么，该防避然后某时候要去求诊，这样的话是能够降低那些后面不必要的一些花费。远距离医疗的未来已经超前部署好啊！照互平台记录追踪85项数字，为血压、血糖、钙质、情绪图表，到使用者居住空气污染的指数，甚至使用者受困了后，会使连续历年来看诊的记录，和就医不方便的偏向患者就诊的时提供医生更加准确的判断。不是每一个都像台北这样，它可以很便利的找到专家。但有些像中南部县市或花东或是离岛、山上地区，都很缺乏这样的资源。近年来人口外移所造成的忧郁，山区的老大人未晓要求助，听你退化会好失智症愈来愈严重，部落嘛真少有人关心。黄老师为照顾老母的经验，看到偏乡时代的需要，若是会使善用科技建立照护网络，城乡距离的缩短，人甲人之间的关心，嘛会使时时刻刻。